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耶稣是咱的救主，我相信上帝是咱的阿爸爸。咱要献上咱的感谢，也承认咱的罪。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一水会在伊的失错啊！求你拄去我暗前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唔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咱要来感谢咱的主，伊予咱生命的开始，伊伫任何环境，成做咱的帮衬，成做咱的安慰，成做咱的倚靠。咱来求主来拄起赦免咱一切罪，洗清咱一切不义，咱开声来学乐，来感谢，来祈祷恳求。咱开声来祈祷。现在，阮的上帝，阮感谢学乐你，阮感谢你过去的恩赐，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继续予阮有盼望，来行伫你阮的道路，用你名来祝福，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神的内底，拢会通成做上帝宝贵查某囝、宝贵囝子，然后阮会通每一天坚守主的话，免得阮来犯罪，愿主你来分别阮罪性。哈利路亚！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伫你有何等的丰富怜悯，你的恩典长阔关心，主啊，阮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久，你因带保守看顾阮，有顺事也有逆境，有失去阮宝贵的亲人，总是你的神安慰阮、扶持阮，甲阮相同在。互阮知影阮是有毋茫的人，有永活救恩的。愿主来所帮助阮，常常将你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倚靠主的话，免得阮得罪你。愿主你来保守看顾阮今仔日的礼拜，拢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用谨慎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咱们要继续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祝来祈祷，咱做来读上帝话来。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带我伫边塔的路。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困境咱国家头前的道路，咱为着咱的城市咱的社区来做来祈祷对2月12到24伫咱的三民宫遐有这花灯花灯。真水足侪人入来但是昨去殡仪馆的时阵经过头前就是拢宫庙的这花灯人讲咧讲，基督的信仰教会内当参与伫迄中间嘛，有机会来做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啦所以咱求主上帝来帮助，互执政掌权的，互咱的市长甲教会关系，也有这局处首长会通。伫因的信仰顶面来发挥来做光做盐，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这块土地、这个城市，咱来恳求、来祈祷、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土地主啊，是有上帝你分别做成的，主啊，阮为着这个国家执政掌权的，会通行公义好人民，会通互因所行的是主的心意，主奉你的名伫这来祝福，互敬畏你的人愈来愈加添。主啊，你来讲把黑暗的关系，伫这天顶的掌权的来讨放人的心离开主你来运行充满，感谢主。主
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阮奉你的名捆绑一切伫台湾、伫这桃园、伫阮的社区空中这黑暗的关系。主，你来透放，互这受辖制的百姓的心会通得到自由。主，阮奉你的名伫来祝福每一地，阮所踏的土地，拢是得到福气的土地。阮奉你的名来祝福阮的厝边隔壁、阮的社区、阮的城市，互这百姓是真做得到福气的百姓。奉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执政掌权的，伊会通认捌上帝恩典，伊会通按照上帝心意来行，会通行公义、好人品。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愿主你来说，互阮会通平安过日。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伫生活中间的需要供应，毋是干那心灵。咱伫咱手所做，咱的工作、咱的婚姻，咱恳求上帝来保守，因为黑暗的关系常常要影响咱为着安尼，咱用主的话伫遮来宣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衰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摇摇颤。咱为着咱家己的身躯、心灵若有需要，兄弟姊妹带倒的吼，你这个时阵你会通徛起来，你有需要即个像百姓的同工来为你服侍吼。每一遍你若欢喜伫遮你用信心来领受吼。啊是你会通伫你的座位，你手放伫你边徛的所在，啊是你为着需要，为着供应拢会通来祈祷。你即时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吼，同工会通为着你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各方面，咱为着主要得到上帝的供应，主的医治拢会通甲你相同在。咱同工会通伫遮来服侍吼。你是管理的，你是医治的，你是下面的。哈利路亚，主你。因为你是帮助阮的上帝，主阮求你来，主你一直大宽容充满伫遮的心满心就，讨帮伊，互你的内底会当来得到恢复。主阮感谢你，有你来学做你的名，伫遮的兄弟姊妹心中最奇妙的工，互你的名，你大宽容，即时就充满。主啊，你帮助因，讨帮因，互因会通完全得到自由。主你来祝福，哈利路亚！主你来好帮，主奉你的名，阮来宣告，你的主爱怜悯，你的保护看顾，你的供应到野搁有春。奉你的名，你医治大关联，只是透过同工服侍充满伫因的心灵，拢会通得到自由，得到讨帮。主啊这黑暗的关系要辖制捆绑人的心，总是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自由，得到讨帮，得到丰盛的救恩。愿主你来祝福。透过兄弟姊妹信心的恳求，大大开喙，主你就大大充满，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供应，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互阮到野各有春。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要为着礼拜日的守望祈祷，咱来读上帝话，做伙来。耶和华的目睭看义人，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咱要做伙为着牧师长就同工团队吼，伫最近咱有经历做这兄弟姊妹家庭这的死失吼，所以对昨今仔日2点吼2点伫教会为着是新国兄弟伊蒙主恩调吼。今仔日2点伫教会做个别礼拜吼，伊只有做一场的个别礼拜，咱会通相甲参与。诗班嘛欠人吼，联合诗班甲即礼拜六有开安长老的这爸爸随同兄吼，伫即礼拜六做个别礼拜吼，嘛诗班联合诗班吼，然后你伫我的性命吼。咱会通做伙来参与吼，为着所有的这个聚会每即礼拜所有的聚会，咱来守望来祈祷。牧师嘛，恁来替我祈祷咧吼，无遐济场这个
个别的礼拜，这个信息，毋茫讲透过这个信息成做一个报道的机会吼。透过兄弟姊妹伫因生命结束的这个上尾站，犹原会当安怎做生命的见证哦。那么为着安尼来祈祷，也为着咱今日所有的这个聚会咱恳求上帝伊的权能充满伫咱中间，咱作为起立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奉你的名，伫遮来宣告，主你的圣神要大大充满，主你的心灵到位，也互阮每一个人会通拍开阮的心，互人明白真理，会通照真理来行。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主啊，阮楼顶也有这儿童牧区的，也有这假日班，主阮伫主的礼拜。做这兄弟姊妹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中间。主，阮感谢你，会通做伙来学乐敬拜，做礼拜是你的恩典，互阮会通做伙伫这个所在学乐敬拜，你的宝座就设立，你的恩典就降落。主啊，互无道的因会通晓悟你的真理，会通认捌你的救恩，会通用信心伫遮来领受你的永远救恩。愿主所互阮坚固信心的，也会通伫阮日常生活来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愿主来所互今仔日礼拜真做芳芳的一献到伫主的面前，也互阮出去到伫阮的社区，倒转到伫阮的所在时阵。阮甲亲友的接触，拢会通显明上帝的荣光，拢会通显明上帝你奇妙见证伫阮中间。同心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呀，咱就耶和华唱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用欢喜的声，咱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之大，就是大学了。你的大无法解读，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观念，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恶了，你的大无法解读。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学了你大观念，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要请兄弟来敬拜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姊妹做回来。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恶了，你的大无法解读。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佑你大观念，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
弯弯学落你名里，我要永永远远学落你名里。阿帕婆啊，甲咱的学落荣耀归乎咱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请坐。上帝予咱的听是真实，咱会当活出来，因为有一款听对天降落来，伫咧你甲我的心上，你甲我的面的顶悬。有一款听对天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坐袂透，摸袂着，叫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坐袂透，摸袂着，叫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有一款听对天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坐袂透，摸袂着，叫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所以咱用真实的心来敬拜，继续来到上帝面前，用真实甲咱的心来敬拜，何等的恩典来到咱的中间，咱是啥物人？用真实的心，含靠伫你面前。
我心梦，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好点阮的，你看顾我，好点阮的。宝贝为我留，好点阮的，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乌龙，用真实的心，含苦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好点阮的，你看顾我，好点阮的，你宝贝为我。充满乌龙，用真实的心，含苦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看见，勇敢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好点阮的，你看顾我，好点阮的，你宝贝为我留，好点阮的，你
啊，何等的恩典，竟然因为你看顾阮，你治愈阮。何等的恩典，竟然耶稣会愿意为着阮来付上代价。遐尼大的恩典，是阮会通用信心来追求。主啊，每一遍阮来到你的宝座前，学了敬拜，阮带渴慕的心，亲像落hin无溪水，hin无你的话，刷开阮一切的重担，刷开阮一切的悲伤，互阮会通专心仰望主，求你享受你的平安，求你将你所应允的愿望伫阮的中间。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信诗24首，我心懊恼至愿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懊恼只愿上帝，万民拍拍伊脚的，社会伊的写的满满，咱着懊恼来困我，懊恼惊惶，懊恼惊惶，懊恼永远我困我。哦，我主恩典听堂，是那年代困过了。哦，我主永远不变，主因为大恩典。哦，我主，哦，我主，永远不变大恩。哦，你的美也来年，在咱软弱快消灭，也温柔成就个人，出见个人。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听到永远。咱那一定会找无些，大风吹来中间。时间对对的就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阿拉我主，阿拉我主，阿拉我主，大领主，你在这里当心敬拜，条件面当无塞，因为是情拍败强经验是阿拉也无定，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名到永远。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美妙！你将你的名显明伫天顶地下，愿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拍拜。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你对创造世间以前就听阮、拣选阮，互阮会当成做上帝有福气的囝儿。每一天享受伫主内底的看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倒路，你拢甲阮相搭伫地，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主啊，愿要学恼你的名，因为你是牵得所有的学恼，为着听阮多情肉体受苦悲命。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无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
愿感谢你每一天赏赐活命的话语，互阮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得到偏离着上帝你的真理。你的话常常伫阮的生命中间，成做引出的光明，互阮得到智慧来指示阮应该行的路，应当做的代志，互阮一生的性命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主啊，传福音是阮每一位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也是上重要的使命。今年2019年圣诞福音餐会，传道部也开始爱有济计划。阮要将传福音成做实际行动，互人真正得到救恩的真理，互人真正会当明白救主耶稣是全人类的主。搁较重要的是，家人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爱行出来传福音，互咱共同的目标就是家人教会要成做一间亲人的教会。恳求主赐福传道部的正当工，因手所做的工拢得到顺利行通。无论是医疗关怀、弱小教会关怀，也是福音报道会、社区事工等等的计划甲筹备，拢得到主满满的气力，也赐福正当工心灵健康、灵魂体勇壮。这两天是青年牧区学生当工退休会，主啊，家人教会需要兴起更较侪青年入来教会，明白你、军队你、服侍你。透过退休会的装备，互青年牧区的同工有合一的心，共同的目标，因带带领更较侪青年入来教会。阮也要继续用基督来扶持因。这礼拜有上大委员会有4名教育课程的开学，阮将所有的同工交托伫主你的手内，恳求主纪念因所付出的时间、疼心。互因所做，拢得到满满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祝福。阮安尼感谢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各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伊个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有一个上帝是因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互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伊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伊，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伊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伊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即时，咱要请福音诗班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的信心若无定》。
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和合本圣经是伫个27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各恁平素对恁的过失、恁的罪过来死个，伊也捌，互恁国活，是恁前行伫伊中间，趁即世间的风俗，伫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的人，迄个神。其中阮前也拢伫阮肉体的私欲底行做，趁肉体甲心内意思。生成是做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当咱做过失已经死的时，就互咱甲基督同活，领对恩典得着救，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同坐伫天里。搁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咱的仁慈，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基础有以上。即是咱要请本会游牧师来证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跳入恩典，要入恩典。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你的恩典，互阮会通伫人生的中间。无论伫啥物款的境遇，是顺境，是逆境，是活地，也是面对死实的时，阮拢会通真做有毋茫。愿主来所透过你的话开阮的心窍，帮助阮明白你的教示，会通照安尼去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真做有永活福气的人。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留言下，大家平安。今日要透过这段圣经，甲咱三个来领受上帝恩典，你要安怎伫遮来进入，要安怎来跳入主的恩典。最近咱有侪家庭面对亲人的死讯，安息伫主的行程，也迄个离别的哀伤，有当时你若无经过，是你无法度伫遐来体会。死亡是真无情来结束咱的人生，互咱活地的存在意义、目的，甲咱所有的一切，伫100年久就拢空空。死亡的来临，人往往认为讲这个人生安尼到遮就结束，头前检采茫茫渺渺，无出路。侪遮的册有关于写有关死亡，也是讲未来事的事，拢会伫遮叫咱着认命啦。因为咱无才调通好面对这做啥物，总是人犹原要想用家己的方式顶回牧师甲咱三甲分享迄个自立宗教靠着家己的气力、自力家己的力量。毋忙就是要改变，运无法度改，命无法度改，无嘛来改一个运啊。所以就侪遮的看命、算命，侪遮想讲无法度改命来改一个运途。毋忙伫即个世间无过了嘛，较欢喜，较有毋忙。所以人会透过一寡遮个生命礼俗、双重的礼仪所以咱若有去殡仪馆举行的时阵，你就会感受讲边仔哇，勤勤俭俭，也是也有通过侪做功德要毋茫互咱的过往的亲人，会通到伫另外一个世界来享受迄个无欠缺的未来。总是人对遮个你付出。你用这侪的方法，有真侪人我甲问，因并无捌，就人安尼做，所以阮就安尼做。不管伊开偌济钱，若有钱的人，因就会通付出遮，毋茫互过往的亲人，会通伫迄个极乐的世界会通过了更较好势。其实这有利益的关系，就是讲你若过了好，你就会通宝
保庇阮遮个囝儿孙吼。基督教的信仰伫即个过程中间来提醒咱袂通做啥物。所以今仔日个圣经甲咱讲，咱得救是出伫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出伫上帝恩典。下礼拜所要看到讲，毋是你所会通做偌济啦吼，毋是出于你家己的行为，所以免得咱家己夸口，咱家己所做。总是今仔日咱看有侪侪人要透过这功德好事来彰显家己，毋茫会通靠着家己来赚来摕即款的恩典。圣经嘛，甲咱讲耶稣基督的国活，正互咱对未来有一条出路。伫昨个入念礼拜，我有甲即个家属甲在场的兄弟姊妹分享。哥林多前书15章伫遮伫提醒咱讲，基督若无国活，咱就无未来。毋茫，基督若无国活，咱就真做足可怜的人。为什么？因为咱用真侪即个精神信心伫遮底来领受，底来军队。总是耶稣若无国活，咱用遐济时间无未来，无毋茫。安尼，咱就比其他人讲用礼拜去佚佗，安尼较可怜的，因为咱拢无佚佗着。所以保罗讲，咱的耶稣基督若无国活，咱所信的就空空，咱所做就空空，所以咱一切拢要变成做空。耶稣有国活，所以提供互咱一条出路。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进入上帝恩典，也是讲跳入上帝恩典。互咱人确实知耶稣基督内底有一个永远救恩。对创造世界上帝就拣选咱，一直到伫要结束咱的生命，上帝透过老约翰，因领受对天而来声音，然后看见天顶的事，伊就会通将这个事记落来，所以启示录就产生，互咱会通伫遐来看。启示录21章咧讲到未来，连面有一段短影片嘛，咧讲到活地人因面临死亡的时阵，因的灵魂安怎受引带，然后伫遐见证因搁活起来的时阵，因伫遐见证因所看到的这个属天的这个代志。今仔只有通过这有两个目的，头一个就是明白耶稣基督的国活对咱是有啥物款的大的改变。改变咱未来的命运，所以咱毋免靠家己要改啥物运，要改啥物命，因为耶稣，你若信靠伊，伊就甲咱改命甲咱的运。第二就是讲，咱要安怎耶稣做了后，你要做啥物啦？吼，咱总期待上帝，你来做啥？你来做啥物？你来听我的祈祷，你会通做啥物？上帝嘛咧问咱，我安尼做，你会通做啥物？所以用信心进入到伫上帝的恩典，伊为着咱备办的这个永远的救恩，所以咱若到每一遍伫举行这个个别礼拜的时阵哦，都常常伫提醒咱，你是毋是有即款的永远的把握？每一遍个别礼拜的时阵，你会担心讲，你的厝未洗礼的人，伊是毋是会通得到这个拯救嘛？所以今仔咱透过耶稣基督的国活改变你我的命运。总是当耶稣未改变咱的心，你未信靠耶稣的时阵，圣经安怎讲？伫今仔日咱看到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的过程中间，在提醒咱，过去若无耶稣，咱的性命亲像咱咧甲神奇的一道，对无？若无耶稣基督是个救恩，你也看咱面对是啥？死亡。所以对出世一直到伫死亡结束了，咱无毋茫。所以咱的生命是出生安怎入死啦。咱一出世，咱就等待迄个死亡来临，敢毋是嘛？咱一出世，咱就是用真侪只会透过宗教的仪式，咱来准备面对死亡这件事。所以最近有咱念伊下昼2点，咱有一个个别礼拜，即礼拜六咱阁有一个个别礼拜。这拢是咧提醒咱是有绝望，也是有毋茫的人。如果若亲像保罗伫遮所写讲，过去恁是安怎？咱若阁停留伫过去，检查咱就伫罪中间
咱甲上帝来过长。即个死是咧讲灵内底死。我要问咱一个问题：上帝咧创造天地的时阵，伊有创造死啊无？有无？无嘛？伊讲啊，创造即个天地万物，然后创造人讲足好足赞，有讲着死无？无讲着死啊！死是对什么时阵开始进入人的中间？罪啊，当时，当亚当夏娃，上帝千交代万交代。讲只有树啊，只有果子树啊，其中一丛什么树？分别善恶的果子树，你绝对袂使食，因为你食迄个一定安怎死啊？迄个时阵，上帝甲提醒迄个禁止所以禁止禁止的禁安怎写啊？顶悬两丛树啊，对无？下骹甲你指示你会选择选择对啊毋对对毋对影响你未来所以一定是总是蛇代表魔鬼撒旦讲啥嘛？我甲你讲，无一定。上帝讲一定，总是魔鬼甲伫言语讲无一定，到底要相信啥物啦？所以罪带入死是伫安怎？亚当夏娃咱的始祖。因无听上帝话，所以因失去一切稳定。所以罪进入人的中间，灵就死。所以咱看对迄个时阵开始，无搁再有永活伫迄中间，直到耶稣基督过来。所以圣经有讲，罪是因为一个人进入到咱中间，总是过活嘛是因为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互咱有过活。所以灵的死，互咱甲上帝迄个线路断去啊！所以咱就失去属神的思想，属伫上帝思想、情感、意志，就从啊断去。所以咱要用家己的想法讲，我安尼做，我为着安尼家己拍拼安尼才有出路啦。所以罗马人书第1章内底有讲，你毋捌上帝的时阵，你着安怎？家己创啊，家己去制作啊，家己去雕刻啊，天顶的。地下、水内，这个形象甲雕刻了，从啊甲拜啊。所以伫迄中间，最正义互人甲上帝离开，咱做伙来读来。因为活命的神的法，伫基督耶稣已经讨放我，脱离罪甲死的法。所以罪甲死的法，困别人，互人无一般人讲无得超生啦第一，咱看讲，咱是对即个风俗习惯圣经毋是讲咱基督徒就无应该活伫咱的生活的中间，甲人计较你这拜拜，我莫甲你计较，毋是安尼。等到耶稣来到世间，就教导安怎？咱是爱出世还是入世？出世爱亲像遐个神父去修道院安尼修行，你知无安尼。修行家己，耶稣教导咱来讲，恁着爱进入伫人群的中间所以耶稣是出世的一个入世的一个信仰来教导咱毋是教导咱着爱去山顶买柳去修道院底下来修道，稳顿起来，毋是安尼所以咱甲人有接触，总是未免伫生活习惯会受影响。咱看因哪会遐发达？就亲像以色列人因进入迦南地，对无？迄农业遐发达，哇！因拜巴力无来拜看卖。所以伫迄过程中，咱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咱欣善人的遮个才调，欣善人的财富，咱检测就会落入伫迄个趁这风俗习惯。特别咱用生活会直接着讲，你的厝边隔壁若无信的迄家若有丧事的时阵，你会发觉讲，你的门口口伊会从甲你搭一张啥物？为什么要搭红纸？闪避这个死无所带来冲刷，对毋对？所以到后来有啥？讲红就是要伫遐咧辟邪，还是讲咧赢过这个黑暗的关系甚至有当时咱无
无主的中间，就是会趁到这个方向。所以伫生活的中间，检在咱无张伫的中间，就会趁即个世间所有想法。第三就是讲，咱顺服着黑暗空中的这个掌权的哦，魔鬼互人犯罪，伊会互你有智慧，互你有甜头，互你食着甜了吼，然后后壁就是控制你。魔鬼嘛，互你有财富的困难的，魔鬼嘛会互人有医治的困难的，总是到尾啊是甲你捆绑掉的、束缚掉。黑暗的关系上要紧的目的，就是互你离开上帝。愈远愈好，愈远愈好。互你莫看圣经，互你莫祈祷。第四就是讲，你真做一个放唱的，就是讲圣经有真侪这规范，帮助咱，互咱会通行伫上帝恩典的内底。所以人若无正当伫上帝的这个律理教示的内底，伊就种我都。照我家己心意，我家己兴趣。最近有几个在讲，牧师我改婚啊，所以较大块，我不要紧，我教你安怎才会瘦落来。伊在讲伊立志伫遮来改婚，有人在笑，我无讲人这是你家己是毋是有迄款的？决断你的心愿，靠着耶稣伫遮来改变，因为迄对咱身躯也无好，咱是免伫遮来荣耀上帝。还佫有真侪遮生活，遮习惯，检在咧提醒咱，你是要趁你家己的需要，还是要遵照上帝的心意？伊讲若安尼，你就真做通生气，也是讲话翻译讲通伫上帝刑法内底，你有份，你无法度离开掉即个刑法咯。咱来看约翰3章的36节做伙来，信囝的人有永活，毋顺囝的人袂看见活。上帝会生气点伫伊的顶面咯。3章16节讲上帝疼咱，然后咱会通得到永活。总是36节讲啥？你若无信生气，上帝生气就临到伫伊的顶面。你无法度靠家己伫遐来承受，所以这是头前咱所要讲的，讲伫出生入死，是因为罪正到伫人的中间。所以耶稣会通改变咱的命运，为什么？咱先来看一段影片。短这三分外钟吼。总之，这是伫美国发生真实的故事那个影响。因此的经历，但是亚历山大博士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是其中的一份子。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因为我这部分的脑部功能已经被毁灭了。事实上，很多人死了，脑部已经没有任何功能，心跳已经完全停止，但是脑里面的声音仍然潜在存活的状况，就好像冬眠一样。来自欧洲和美国已经有25家医院参与了彭米亚医生的研究项目。人死了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仪器显示我的心跳已经停顿了，于是他们宣告我已经死亡。其实我的心脏脉搏已经停止了，我的血压只有55，然后就没有了。如果天堂是真的，你会做什么呢？艾宾形容的起初那个无边际的漆黑是没有时间记忆的地方，然后我被拯救了。我知道了什么是邪恶和黑暗。我刚刚从那里回来，他们叫地狱的地方，而这个就是天国。因为你已经看过。我知道，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耶稣。因为你去过。当我从马上坠下来，我立即就去了那里。原来离开了身体的我仍然会生存。当他们成功救我脱离那只破船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我的一生立刻在我面前播放了一次。我被提到一个不断在膨胀扩大场馆型的云里去，使我能够清楚意识到的绝对神圣与爱，是创造一切的全能者。见过死后世界的人，见证死后的真人真事。
死亡就好像是脱去一件衣服，把衣服放在一旁，踏出这一个身体，就像脱去外套一样。我的灵魂升上了天空，我感觉到了完全的平安。天堂是存在的吗？我之所以被批准进入城市里，是因为我生前曾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根据最近的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超过80%人相信有足够证据证明天堂的存在，并有至高的掌权者，或者是一个最伟大的上帝存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也指出，每800万美国人之中，就有大约5%的成年人口曾经出现过濒死经历。而根据美国濒死经历协会的统计数字，800万濒死经历者见证他们的信念。每天美国的濒死经历人数已经有超过600人。究竟是因为医学的进步把很多人从鬼门关带回人间，还是因为在这末世时代，基于上帝的怜悯，让人类可以借着濒死经历者的见证，得以窥探这个已经泄露了的天机呢？研究组织访问了数以万计的濒死经历者，并邀请了部分经历者接受访问，分享他们濒死经历的奇迹。死后的生命是千真万确的，将会重大的影响着你每一刻的生活态度。每一次我认罪，当我说上主，我曾经咒骂你，我性滥交、吸食毒品，越说就越有更多的爱涌流。他说我所有的罪过都被宽恕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是要跟我们有亲密、热恋、爱情的关系。延绵不断的回旋隧道，在主的后面，我见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他打开这部永恒之门，我见到和主一样充满荣光的田野和草地，横跨整个草原。有花，有水晶一样的河流，两旁有树，有山脉，有蓝天和滚动的山。这种终于回到家里的感觉令我兴奋极致。这种感觉，让伊感觉倒转去到伫迄个厝的感觉。伫圣经，大个圣经内底吼，华语伫今仔日咱所看的第2章第4节，原本咱是诚做通想起的囝字，总是中文讲然而啊，总是。是一个真大的传奇，总是上帝的丰富的怜悯，互咱会通真做上帝的宝贝囝，咱做来读。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为着伊听咱的大仁爱。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上帝的怜悯，伊大的慈爱，互咱会通伫主上帝恩典中伫遐来活过来。拄啊透过遐个影片，只不过甲伊剪接啦吼，你会通去 YouTube 内底看较完整的，就是濒死7+7，濒死经历7+7，会当有较长，大概差不多10通分吼。我透过遮吼，迄个民意的调查，盖洛普毋是盖利普啦吼，盖洛普迄是伫美国中央有真公信的一个调查的机构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咱看伊讲，哎呀。在提醒咱，因为上帝怜悯，毋是医学偌尔进步的缘故，是因为上帝怜悯透过人有限的工具，透过人有限的医学，所以互人会通伫遐有无共款的经历。其中第2段圣经咱做来读来，其中我是第一派，若是我得到怜悯。提摩太前书第1章伫遮所讲的。保罗讲，原本我是安那罪魁中的罪魁是第一派，总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互伊生命会通伫遐来做改变。兄弟姊妹，因为总是上帝的恩典听介入，互咱有机会坐伫遮。今咱在场也有做遮的无道的朋友啊，这个总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疼。互你有机会，伫遐活，伫遐有开始，遐有思想，还有你的感情，以及你会通家己做决定的时阵，上帝互你有机会。毋通等到无机会的时阵，咱才来要做决定袂赴吼。所以第2，咱看伊讲，因为耶稣互咱会通出死入生，所以拄啊遐见证者伫讲起因濒临死亡的时阵，迄款的经验，
总之，咱知影有一天咱的生命嘛要结束。即要上帝透过这个生命的经验，因伫属灵的经历，要倒转来讲，互更较侪人知。其中包括医生，包括这个各行事业的，无共款的人，包括囡仔，因伫迄个中间来分享因安怎伫属灵的经验内底，迄个思维内底，因有看见上帝互因的毋望，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有所人书伫遮甲咱讲，咱会通甲主耶稣基督同过我，这是上帝恩典佮同坐伫天里。有另外一个中文现代翻译讲，同坐伫天里要创啥？一起掌权，做伙掌权啊！这个权包括安怎？咱伫咱属灵生命内底，咱也活地时阵，这个权赢过天地万物黑暗的关系，权已经拢总互咱。所以耶稣讲，伫迄个教导学生的时阵，讲你伫地面上困饱，伫天顶也要困饱。我常常用这甲兄弟姊妹分享，讲你所挖过的权柄是超越天地万物的权柄，是迄个黑暗的关系所无法度赢过你，是耶稣赢过黑暗的关系，互你的即款的关系。所以你的祈祷是带有信心的祈祷，还是？就凊彩祈祷，也是无信心的祈祷，就影响到你是毋是会通赢过这黑暗的关系困难。过来，咱来读这段圣经来。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地死，甲伊同埋座，是亲像基督对白的阳光对世人中过活，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新款。因为咱若联合伫伊死的款式，也要联合伫伊过活的款式。所以伫遮耶稣有应允讲，若甲耶稣基督同死的，就是将咱的罪透过洗礼来交伫耶稣的手中吼。过去当然洗礼为人的持守伫迄个浸礼，就是过去耶稣迄个时代，然后浸落去，代表灭顶，代表无生命吼。你搁起来的时阵，是代表一个新的活命。话教会就较接受伫即款的形式，总是咱较无，就是讲，咱知影讲，较要紧就你有随承认心相信，接受耶稣成做生命救主哦。然后咱是用点水礼吼，点水礼吼。所以较要紧是你心内是毋是有相信，喙有承认耶稣是救我的主啊无？若无，遮拢空无彩工。所以伫遮咱看讲，所以信义的人无搁再伫罪内底，咱甲主耶稣基督同活也同掌权。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互咱伫伊内底要所有的这恩典哦。所以兄弟姊妹，你知影讲你的身份是啥物？甲你所有的权柄是啥物，就会影响伫你的生活内底。你咧祈祷有信心无信心？你咧祈祷，你人祈祷的时阵是安尼上帝都互伊好起，上帝求你互伊好起，求你帮助来医治。总是咱有一个观念，就主权拢在伫上帝啊，生死拢在伊的手头哦。所以伫遮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会通明白讲，要安怎正义甲个恩典，伊的恩典伫遐，伫咱的目睭前啊，有透过圣经，有透过最兄弟，伊咧见证伊安怎经历。所以伫遮要甲咱讲，咱要安怎伫遮来领受？头一个，如果这个恩典也亲像海，亲像游泳池共款，这代表水啦吼。咱会晓收水的，举手者。无偌济啦吼，若要叫你收水吼，你会惊袂？会袂？你若袂晓，会惊袂？袂哦，会啊，哦。去到伫死海时阵，若毋捌浸过吼，我兄弟姊妹，不管你吼是瘦也是迄个发福的吼，你甲倒落绝对浮啦。相信会举手？有人无举手是安怎？毋捌浸过嘛对无？牧师讲的毋知真的也假的吼。所以，如果若这个恩典是代表水吼，你是毋是会通真安然、真自在吼？有个人对牧师去过死海时阵吼，倒落安尼吼，紧张甲安尼。我讲你著吼放轻松啦，我伫颔棍甲你扶的吼，你慢慢我手放伊嘛毋知哦，都扶起啊吼。
这什么人啊？看会出来袂？啊，苏清长老，佮倒伫遐咧安怎看周报啦吼，看这杂志啦吼，哇，你也看啊，这上，你也看偌欢喜的吼，拢怎啊铺开对无？哦，这是什么人啊？你一者，哦，佮抹迄个死海的泥啊，吼，拢保养着安尼吼。你也看讲，你若无迄个经验吼，检在你会足紧张的啦。啊，你若样游泳的，无代表讲你真正会浮哦，因为可能你姿势无介水，无介好势哦，会怎啊拍的哦。不过你若慢慢会浮呢，啊，你手搁较背者好无？会安怎？会向前嘛，哦，会对头前安尼慢慢。你若搁较熬瘦的，你安怎？加背两个啊！你伫遐收来收去，收来收去安尼吼，足自由的对无？如果你若无这个经验，你干那伫遐看，毋敢，我毋敢，哦，毋敢，你就无法度进入伫迄个中间。我几个兄弟姊妹吼，要落就是安尼，安尼会紧张啊吼，对无？张老师会紧张袂？小可啦吼，不过了吼，你就通真自在、真平安，信心其实嘛是安尼。所以伫迄中间。水来，你若用信心，你若倒，你若浮咧，你会通有你的双手伫遐来浮来游。你会看见啥物？你会当享受伫上帝恩典内底哦。这个恩典嘛是讲，毋是靠着你家己的经验，是靠着你的信心伫遐真正会浮。啊，拜托若一般伫平常时的游泳池吼，请你家己爱无你安尼会沉落啊吼。这是伫死海，你不管安怎，你都静静安尼就会浮开吼。不过，你会当享受伫迄个稳定的内底，是因为你信心伫遐挖靠。肯特公爵，我毋知恁捌伊无？你若去过英国的吼，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的老爸，伊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伫临终的时阵吼，这个医生甲安慰吼，伊都要死啊嘛吼，要过往的。医生也安慰不要紧啦吼，因为你过去你所做的丰功事业嘛吼，丰功伟业嘛，你所做的事业吼，一定会带你入去天国。这个肯特公爵也讲啥？我会通进入天国，是因为我信耶稣，毋是我所做5年车赢会过去。所以伊伫遐伫临终的时阵，伊真勇敢咧讲，我会通入天国，是因为我信靠耶稣。我这个罪人相信耶稣做救主，毋是因为我所做这好事做这的事业，是因为信心。今仔有真侪人要靠家己的快乐，所以自利主义，靠家己的快乐要来得救。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了解讲，当你伫信心邀请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时阵，这是互你连甲上帝通伫遮来连接。所以每一遍牧师咧带这各一个人，最头一个就是主耶稣，你做我灵的主。前过去咱伫做受束缚的过程中间，咱甲主断绝嘛。今仔咱透过家己的嘴承认心，相信邀请耶稣做我灵的主的时，互咱甲主上帝迄个灵会通伫遮来连接。所以帮助咱会通伫思想、感情、意志就开始转变啊。你有属上帝的思想啊，对毋对？你若无属上帝的思想，你就有一寡观念讲，牧师也无可能啦。我的是大人吼，70、80岁啊，80、90岁啊，无可能信主啊，对毋对？你着是毋是有即款想法？伊食到遐老，拜遐久啊，无可能信主。我讲这是白贼，这毋是上帝的思想。所以属上帝的思想，甲属魔鬼撒旦属家己的思想都无共。咱3月第一礼拜要洗礼，其中有一个80岁，迄无可能啊！搁较早信回教，迄无可能啦。但是今仔日伊来信主，伊讲我专心的相信，兄弟姊妹，伫上帝无可能的事。
所以邀请耶稣做咱生命的主，是包括伫咱的思想、感情、意志，互咱安怎甲伊连结。所以迄个无属上帝的思想，你定定咧讲无可能、无法度的，你若一直宣告就甲你做伙。话语是有关键的吼，从中道的婚的亚莲的查某囝雨婷，伊伫5岁上幼稚园转来就甲伊妈妈讲：妈妈，我找着老公啊！我以后要嫁互伊。经过25年，共一个，我讲临时讲要洗浴啊，感谢主哦，我迄 iPad 拢有资料啊无，伫遐个人洗浴，伫甲因祈祷的时阵了，伊伫分享感谢上帝，这感基督徒哈，后来。南方主任人来，我较早我嘛捌伫嘉南教会，迄单道乡牧师迄个时阵呢，真正感谢主哦！咱看讲上帝真奇妙安排啊。但是你若无信心，你若无邀请耶稣，讲过讲足久无做礼拜，讲你回家吧，甲迄个这个郑弟兄我讲回家吧。伫生命中间来做主以外，伫生活咱嘛要邀请。若无咱就趁风俗习惯，趁咱家己的这个兴趣，对无？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伫咱生活若感觉对咱身躯无好诶，厝佫担心，厝诶人佫担心啊，祈祷啊，上帝啊，你来帮助我，改变我，互我会通伫生活中间。所行所做，会通伫遮来改变。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第二个特种，咱过去是安怎，总是耶稣伫咱生命来改变。像伫安慰礼拜啊，啥咧分享嘛，种中山兄过去安怎总是因为撇这祈祷，人伫耶稣基督内底安怎改变嘛，改变咱家己的生命。来，咱做来读一段圣经来。其中愿情也拢伫阮肉体需要伫行做，趁肉体甲心内意思，生成是最通受气的，亲像别人一样啊。过去时阵总是总是伫耶稣基督内底，咱会通正做安怎新创造人做来。佮伊伫所想事咱的因主。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所以透过这段圣经，互咱知影咱的生活会通改变，人会通对你的行道中间来，这个人无简单呢，是信啥物？信耶稣。所以对身躯中间来彰显上帝伊伫个生命中有这么大的恩典，做好事这是上帝对得救的人的一个要求嘛，对不对？你信靠耶稣，所以圣经教导咱装备咱要预备行啥？咱读圣经啦，帮助咱信耶稣了讲准备咱要行逐样的好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若对较无信的人，上帝要求你就是安怎？相信你的信心。所以有真侪讲，因为查某囝，因为你的信，你得救你倒转去。所以兄弟姊妹，对咱这基督徒来讲，上帝要求的是你有信心得到救恩，总是生活中间，是毋是透过你的生活，邀请主做你的主，你伫你的言语行为、爱心、听真